大家早晨，今朝早講股事前分析，講題係華虹半導體1347該如何止賺？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全部都係利好嘅，冇一個有跡象轉淡。睇下 RSI 而家喺84係超買區 ，STC percent K 喺91係極度超買區 ，percent D 86係超買區，咁都要小心佢轉淡。不過咧就除非有極大利淡呢隻股份本身嘅因素出現啦。否則今日呢兩個指標轉淡嘅機會好細嘅 ，MAC 就更加唔會啦。difference 喺零市市場持續升緊 ，SAR 就掂唔到啦。保利加通道頂部留意啦，連升5個交易日，連續5個交易日陽燭，頭先講得，仲要係望先63個2毫半嗱，呢個咧呢一日9月24號收市位63個2毫半係高唔過保利加通道當日頂部當日嘅63個4毫5先落8嘅。5仙6高唔過嘅，咁所以咧佢只係連續1、2、4個交易日喺保利加通道頂部上邊。咁根據保利加通道嘅分析法咧，進階分析法咧，咁又可以連續7、8，甚至好少機會係9個交易日係守喺保利加通道頂部上邊嘅。咁所以我哋擺止賺位嘅時候，係咪可以睇住頭先保利加通道頂部一失手收市位計，咁啊開始分批沽貨咯。咁呢個一個方法。咁仲有咩方法咧？仲有咩方法咁咧？咁你如果你望落去，咁啊唔使講啦。如果你望落去嗰個嘅止賺位最擺前升浪頂啦，前升浪頂係幾多？喺8月25號高位51個1毫59個1毫半，哇！擺咁低唔係嘛？而家81個8，你嗌我止賺擺係59個1毫半，冇可能嚇。咁反而咧，我要留意呢有個上升裂口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持續升勢發展得耐嘅時候，上升裂口就好重要。咁我建議大家咧，先將個止賺位有兩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擺喺上升裂口嘅下方，即係話9月29號。高位72個4先，今日再升多啲，或者過未來1、2個交易日，只要佢能夠升過81個8，或者喺呢個高位附近逗留多1、2個交易日，譬如去到聽日收市後都仲係企呢個位咧，下個星期一開市咧，我就將呢個止賺位咧推上去上升裂口嘅上方，即係話今個星期二嘅低位73個1毫半，但你要話啦。72個4同73個1毫半都唔係好爭好遠嘅喎，咁如果佢真係向上突破，或者係唔肯落，咁啊點咧？咁就好簡單，第3個位咯，咪就係星期二嘅陽燭，大陽燭長身區都叫做大啦，隻腳唔係好長啫。個身區中間位咁即係咩啊？即係當日開市位就74蚊啦，就收市位咧當日係80蚊啦。咁啊，74蚊同80蚊唔使用計數機，你都計到個中間位就77蚊啦。咁咪就擺喺77蚊啦。進一步推上去70呢度，近啲啦，差唔多啦，77蚊擺喺呢度。嗱，呢個係一個方法，先擺喺度，再推上去，再推上去一個方法。OK，第二個方法咧，我哋從波浪理論入邊嘅神奇數字計。我哋先睇睇最近呢個升浪，短期好大嘅升浪起點係9月4號低位44個66，係咪？升到上暫時呢個暫時就係講句，就係星期二嘅高位81個8啦。如果今日或者聽日再升上去，就將啲白色點推高啲啦。我哋將個止賺位咧推去0.236倍量度升幅目標。見到跌幅目標73蚊03仙半，73蚊03仙半，暫時擺呢度。呢個作為第4個止賺位。如果佢再升上去，留意下假日升上去，見唔見到個0.236倍嗰個目標一路升緊啊？係咪啊？咁啊，動態式上移呢個止賺位我哋用嘅方法就咁樣。咁呢段投資分析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